李九年重新建立建到嘅环保行业，世界各地为咗挑火李九韩国生态出现迁徙嘅计划。在建筑韩国条规显示之间，60周年而第二行去世界各地探索全世界最强嘅生态小屋。也到特别自然嘅生态世界，留一啲美丽嘅自然环境，下来人下来了为清楚和下环保、真实到敏捷嘅体验。不管係在沙漠、山那，就係海中，來到民宿，佢屬於有遷就生態之中嘅設計，甚至被解到大型嘅公天、慳下嘅河，這下係插花老理由而加入環保概念嘅時代。歡迎來到60周年之禮。今日我來去西班牙一間生態設計旅館，第一個焦點係在二級結構。呢隻安泰嘅挑戰，本了動都想去建設嘅建築師佢都全力嘅投入。不過，呢個先背去坦桑尼亞，探訪該為最強嘅生態社會。第一下嘅觀光業係全球大透明嘅產業，當然有超過100萬嘅遊客。觀光業應該係政府發展韓國對抗貧窮嘅主要力量。在世界觀光嘅景點當中，發掘保有領先嘅地位，因為該到大家唔啲嘅國家，一般都唔會考慮去該為了。呢度非洲東海岸嘅坦桑尼亞，根本冇遊覽打獵韓國規劃好嘅長途旅行，去落愛島離沙朗港25公里，可說呢將去得到，該為冇太路、茶兒、食嘅水，也係愛用嘅天。呢隻馬菲亞島大概2萬平方米，在19世紀係重要嘅上港。呢隻島嶼一下帶有超過1000艘，工業產業一直都當發達。呢位用傳統嘅建築工法製造阿拉伯山，典型嘅東非翻身，下來青島嘅遊客來了為了。按你老進的威力者，使到了為大20多年。打算愛到夏蒙因大街為去一間旅館。觀光業普通會帶來負面衝擊，因為係觀光業當大嘅缺點，第將嘅地方去旅館，一樣做係破壞環境。今年楊班人的導航去旅館有愛顧到環保呢。你用到乜嘅材料和技術，降低對當地環境嘅衝擊。楊班人本狀態韓國居民就好來投入觀光嘅活動，呢確實係對呢隻社會嘅挑戰。而你老進的威力者，利用提出呢條議題。建立一間老自然韓國當地居民和諧相處嘅旅館，按做係去落愛迷你社屋。我哋哋了為展開計劃時節。第一件事係辦理人內列嘅座談會，當時村委會大體係由專家組成，計劃開始前，我哋花費一段時間，想去了解討論嘅因素有幾多。我哋計劃辦到了為去一間旅館，事情確實有點複雜。記得有邀請我哋，不過我哋對愛做嘅事情，有奇怪嘅想法。該在嘅係村委會老村眾專家，打算本所有人共同參加。係到老揭落愛嘅村民，韓國地方嘅條件來開會，
我哋要討論嘅主題係，我哋要按樣板來互相協助。我哋要問佢哋，大家人特別地佢哋麗莎大叔，做得為總督來帶來貢獻麼？我哋也要求總督嘅風俗要受到尊重，比如講作三嘅規定。為到來清楚總統制度建設嘅優先順序，討論前後會有一年，最後兩公婆展開試驗議計劃。在呢隻導彈國歷史嘅圍剿老太樹頭，已經得當期超過1000年。對安妮和個近代威力者來講，最重要嘅係實現財體條件，唔係要改變佢嘅體質。我想我哋想嚟做嘅係做得控制嘅一天，就係唔係破壞現場嘅原本建設，盡量唔係細樹老愛樹叢。我哋的海巡發現麵包樹，伊當然話到麵包樹的廢酒，佢就當有代表性。不過佢就通上東南先進，比如講受到太陽圈破壞也係旱災。不過兩位嘅麵包樹，佢就上到當宅，樹齡將近2000年。安妮老近代威力者，而親力嘅保存生態系統，下校用當地嘅花草，去種來自秋卷多日嘅樹兒。為咗分享遊客來到，用帶反哺衝擊嘅方式建立接待處。該位有7件樹頭做嘅屋，都係高級嘅建築，老太樹兒做領紗。家人老樹屋係高度立體，享受下多嘅蜜蜂，本人下看唔到，咪下安全，唔是圍牆，冇圍牆咧，本太自然靜嘅見方。我哋自家有成人咯，我想辦法防止成人咯帶下去，呢度東西當完美，因為佢哋猛會怕，所以我成日到。係講跳那卡啲街位當堂，佢哋絕對唔會咋個做，所以佢係成功嘅設計。我哋大量用染色，我哋未發現染色做得做一種結構粗尺，呢啲係揭露愛多嘅手工編織粗尺，呢係屋蓋，同樣用染色做嘅。呢啲係屋蓋用尺，太陽嘅面窗，揭露愛多老全馬會亞多嘅父母，粗粗強下編織粗尺，製作強烈風水風風屋蓋。因為風吹落屋蓋底下嘅時節，粗尺是為順起來老風表達。為咗節能，底下並冇冷氣。年下19天山，提供涼風。建房嘅太陽能面板系統來本機電力。為先地小島兩位安裝光電係當實際嘅結天，因為我哋兩位完全冇電。我哋兩位尊重概念堅持理念，真正嘅理念係全球有必要為了切斷對石油嘅依賴，因為石油會製造氣候嘅變遷。製造當多問題，我相信還要做得替代嘅方案。呢個乜乃會係太陽能源？路當也有太陽能嘅照明，本人探霧之後也看得到。利用減少電力嘅消耗，呢個提供冇強讓形態嘅舒適生活，人力都市生活嘅壓力。我哋提供人客用實現嘅概念用天火，我哋結合所有嘅客方唔裝天火，原因非常特殊，地方樹那特別係兩位要當多火燃衝，所以你哋屋度天火一開。
所以本貢獻撐到木做白唔開，採購嘅火焰槍冇法度撈天火對抗，佢哋冇辦法靠線上嘅美港去高價對象。我哋從人客嘅角度來看，也當有挑戰性。特別來了解嘅體育安保，按摩思索嘅想法，絕對係動態嘅進行。我話到生意一開始會少呢個冇電、冇 WiFi， 又係個冇呢個畫面。有電腦啊！我哋呢做唔得啦，該兩樣嘅啫。電影講你習慣啊？奇怪嘅事情係，我都從來嘅喊記得開課，還有其他嘅事情。怎麼好？不過當奇怪係講。本你將火把，你的污染當中就看到所有嘅東西嘅。係講，如果佢冇污體，你是看唔得到嘅，感覺係全冇重量嘅，而時間時間。因為有熱光，差唔多冇死了火把，因為應該冇做做得使人污染，做得行地石咕嚕咧，根本就冇死了天力。我想我哋嘅人客開始運用其他嘅感官咧，係講佢哋用個體育日，佢哋當日是做得靜熱長康，佢本意清清楚楚觀察天空、熱光，幫助你重新連結本身嘅自然節奏。保育當地嘅花草係優先嘅項目之一，保護生態嘅動物對安尼韓國近代威力也當重要。記得老村民強下創造便利且中嘅高科保育區，高科嘅數量自1993年嘅300隻，增加到200嘅4000隻。記得下也投入保育傾沙嘅行列。朝鮮嘅海洋公園也受到歡迎，為當地嘅政府期盼歸內列嘅生命費。呢個嘅主因，因為安樣做得教育遊客，佢哋也提供海洋嘅行程，旅客做得觀察，也做得撈捕海嘅海洋哺乳類動物強下抽水。我哋真是從啲天堂咧，啲視位全部係海嘅沙洲咧，而且看起來像啲水道咧，非常嘅神奇，很有造化性。該你上來打破慣例，也像來體驗到完全冇強浪嘅環境。不過，盡管寫到我來，揭露愛嘅係體力嘅維數咯角色。我認為講，佢係一種嘅冒險，因為冇天也冇水，佢我都要按樣辦來應變。大家見有造勢嘅片數，仲有有冇活動嘅細信件，也會提供天然分解嘅熱熱茶具，讓人嘅人只有少水好食，本地的兩位嘅人吃到當舒適。一係了不起嘅設計，大家人都當中意記，
佢用熱絲絲嘅冇油，韓國佢要熟嘅，也要熟，所以我係用熱掉冇油。咱是咱哋ketchup談上呢阿飯火。我哋需要2隻乾呢，2隻冰落另一隻乾呢內，水喺2隻乾呢之間，火喺內乾加溫，大約1分鐘，水是少咧。細熱擺先會喺10分鐘之內溶脫200毫升嘅冇油。我哋用嘅係醬水，水多少鹹。不過鹹水嘅好處係，你洗身嘅時節唔會有額外嘅生物出現。係講你用嘅係濕嘅水，你可能會喺洗身時節看到一道突然間嘅生物。所以用淡鹹水是唔會看到幾道咧。不過第3隻好處係，基本嘢跳那麼。比起魚燒薯條，呢種特別世界嘅熱水器係很下環保嘅。呢種廚師老李跟主人嘅用燒手法顯現對比。老準當應該係往下比起來，兩位係那麼強壯。因為度了，從做啲做切噶，特別係洗身嘅嚇。錯噶，啲應該洗身哦，因為打開一個開關，我度了就係透過彎轉嘅泥土，因為點錯一個當特別嘅東西，提頭油，放上去之後，再個等2分鐘，水少嚟就做得用，佢老洗身冇乜嘅冇強壯，除天因為自家來之外，乜嘅就用飯火就做得。當生詞哦，典型嘅凍燴身受到阿拉伯翻身嘅啟發，用當地嘅材料攞傳統嘅工具來打造呢條身呢。到底樣板真行，我哋會做出重要嘅結田。我哋寫來200嘅煙草，來自傾瓦嘅煙草，相當到200面熟做嘅一樣。問題係，你應該樣板做，基本上，你結田老啲看做投資貧困社區嘅機會，我哋想去借呢隻機會。本幾條人行出第一步，呢位萬片係沙兒，樹標本佔出嘅現場，全部係用手來做嘅，用手鑽出特質孔呢。用本土嘅技術，使得6張嘢到經驗嘅時間，係系列到見風。在朝圈嘅馬菲亞導航，李幹大家看見，就能友善環境嘅建築原則進行多義補足。我哋嘅樹屋係用呢啲樹光建成嘅，材料來自蘆薈結合三角洲，呢係當好嘅建築素材，做得放拍葉、耐水。樹屋斬下來後，會放喺海潮度一段時間。了後，我哋會留啲木罩，冇呢條樹幹會強衝，沙冷時開始起屋。先材料其實老僱用當地人手有關，用呢條來支持當地經濟，本府繼續製造rei塑，轉牙，咁樣幾條做得傳到一條外水。屋下嘅生法未下自然，一下唔單搶大家認同愛到，我認為當到政府官人未上來看現代建材，不過現代建材牽連到外地基礎，會用到大量嘅石油運送到呢位，對當地嘅經濟冇乜嘅幫助。
干嘅收入根本總透地圖，對於社區醫療嘅市區也有幫助。老資金用得興建多項嘅小型基站，同時佢也係靠台中人來發展。村民利用新立新教師、新工嘅投資，才提倡人嘅教育。學拉比救人協會聽書本成人的系統書，對有錢人聽書到基系統太好。倆協會心理以前，家長認為冇資源，冇辦法去負擔成人嘅教育。我在2024年完成了中學嘅教育，也滿未成功完成了高端嘅教育。我未準備在幼動搞生物老化學，因為這兩個課程係我動有興趣嘅。錯啊，係多多馬大學。係多多馬大學。利用牆內當天然造勢，地干提供村民閒下兒時嘅得嘅味道。村民簡單可農業工業的商業唔固定。我屋企人是當飯戲嘅。因為呢啥開業以前呢，我其實實在係冇未來嘅。我做緊螺絲行嘅工作，自從呢啥開業以後呢，我有了工作，我屋企人都滿意，至少我哋做得一個存錢生活咧。現在兩位唔單止做得買到東西得到好處，還做得啲你發現使用父母幾個錢為非轉中毒，用來維持設備、基礎學校，還個書店嘅開銷了到。我唔啲講，先為個講下，我從頭也會處到咁麻煩嘅。我買紀念品，馬上會得到好處呢。我用做有乜嘅原因呢？我嘅意思也就係看到後輩人係乜啥，也會有了答案。李干亦持有能力為當地搶眼教育付出，協助穩定青島家庭嘅經濟。這是係細細部分，唔係全部。社會裏頭多項，總體都係婚姻家角色也改變咧。我哋揭露愛多嘅婚姻家，總係關到屋下，唔是去到我輩，打在鼓裏頭。今日咯，你去到當師母，因為總體呢啥計劃開始以後，佢哋就通知我哋，也係合作嘅開始。我哋大家拜之後就變到朋友，我老記得變成當好嘅朋友。我哋坐到呢度介魯順，見談呢種冇強弱嘅社會，甚至我為自家問，我哋要咁樣做係麼？記得講錯，我哋改變呢？我哋要幫助互相來改變，因為發現呢下什麼人講好多，記得講出想法。當然咯，但記得有時間有機會表達自家嘅世界，記得就得提出相當友好嘅觀點。呢堂李志基佢講出當戰鬥嘅觀點，慈善團體總得解決所有問題，我哋愛利用機會來解決自家嘅問題。佢提出嘅觀點就係，你係講本安度嘅機會，呢一切就係你自家來決定，為咗允許發展。我哋愛善用呢度嘅機會，因為成人嘅熱愛，你愛利用呢隻機會，呢下成人都我輩做事，有啲人做得2日結，有啲人做到2日少，
佢哋係其他烏卡爾嘅團呢，而你係來合作，讓做得維持下去。我認為我哋喺呢位做出嘅模範非常重要，呢一點係我哋做嘅動力。我哋希望呢隻概念做得傳導，非洲全球偏遠地區嘅社會。揭露愛迷你社會10年2000年開業，當年接待530人客，提供人客特別有安全嘅體驗。呢對當體驗到人客都有好處。利用建立更廣負責的模式，作為建設韓國大氣偏向嘅助力。按呢到正的威力者，為未來的工業建立正經嘅模範，自然環境到財體資源受人喜愛韓國尊崇。新廚子代表印下一站播一隻氣氛，呢度係西班牙，一個後生嘅建築師夢想要打造一間全部核生態理念嘅設計旅館。在友善生態處事嘅情況當中，先做好拆得開嘅建築係當相應嘅選擇。歐洲南邊嘅西班牙觀光資源豐富，有前度嘅濱海景點，有溫暖嘅氣候，也會有唔少本應破壞過嘅寶藏，讓你豐田山開發嘅學業。不過當然都有幾百萬嘅人客來了為了。離亞倫西亞南邊車程2點鐘嘅白色海岸，面目旅館就得瓜塔萊斯提谷。佢嘅歷史遺產得到世界嘅公認，有土質污染嘅友善生態設計。現在也為規劃還有建築嘅，唔係一棟屋兒，唔係一棟旅館，更加唔係一棟建築。提出嘅係建構嘅一隻點叔叔，很做得空起來嘅空間。旅館開業之前，擔任以此偷偷嘅準備，一直到簽到理想嘅土地，差唔多等於10年，經過30兩兆嘅地方，最尾係蘇田內陸，離沙灘大概20公里，全面外係長嘅一隻飛機繞上動物站。為到本夢想實現，佢哋用細型嘅建築，高效能密型嘅樹屋，是人生高嘅體現。來看，咁做得的自然環境之下，提供插花嘅旅館服務，又唔會破壞環境，打造土質污染嘅生態品質，又有特色嘅建築，愛建立來到建築嘅原則。面對呢啲問題，但呢年決定愛心的一家，做得講係典範到創新嘅位所。才愛和係大學生解釋。允許發展長流行和發展東河，因都想為本一隻流行實現，一隻更加精準、更加確定正經發生嘅事情。你看，一隻蔬菜全部係氣態料咧，按這樣嘅結構，應該就係允許咧。唔過建設需要嘅能源，完全老目標冇強中。美國旅館本應將批評很多替代方案，各到野蠻嘅允許方案。民政會強勢使用當地嘅材料，有效聰明使用能源。
唔但搶維到建築物嘅壽命，咪維到建築本身。為到協助佢實現計劃，佢受到來自西班牙投資人，也係建築師朋友嘅贊助資金。佢到強下新地辦事處來實現計劃，了解奧古斯丁老丹尼爾合作3年咧，佢到相信美夢理工開創一隻獨特嘅理念。我哋有5億嘅經營理念，兩5隻目標就係乜嘅呢？像生態，我哋想為到自家深入自然環境地背，讓自然來對話。希望大家喺享受自然嘅世界，也到底多少了解自然環境，也係最基本嘅。比起建築，閒下做啲感覺發現自我嘅位所、獨特性。我哋想來創造一隻特有嘅點睛嘅位所，推動本人調開日常生活嘅聲音嘅力量。最尾，我哋想來創造讓人冇形容，激起熱情嘅事物。兩位佔地超過10公頃，後生嘅建築師，佢哋建設25件獨立嘅建房，2隻鐵器作為傳統。全面嘅呈現現代典雅嘅風貌，使用最少嘅建材。重新嘅觀點到天然嘅景觀，形成強烈對比，本人驚豔。按照設計嘅我背壁嘅通風系統，合適按所有嘅物。最重要嘅係佢嘅色，還有軟熟性。按照全部係使用傳統嘅熱帶木材來做理管嘅元素。除了一隻之外，膚色嘅木頭合板加強整合風景，到周邊嘅漆皮。你就得看到一條豐富性高咧，因為高價泥桶本一隻木凳老地方上鏈，性高之後看起來就當場舒服。咪提供了更加多嘅私密性，經過咪更加好咧。一隻方式咪幫人客感覺性高咧，就得直接老樹凳還有自然接觸。而每一隻建築完全就得拆下來，咪就得維修。假使按決定愛離開一隻所在30年，一條單片式嘅主件咪就得拆下來。同樣嘅咪就得注重強架全部係金屬做嘅，所有嘅部件咪唔成衣服。就得洗走。一隻地館最好嘅風景，也係透風。有私人戶外作用嘅日光，暗黑咗適合屋。在之前，還係博咗嘅同污染，也係慣適合嘅素材。一隻素材咪當生氣，風景靜靜當離開。也係大理館最好係老料嘅素材，你就得感受高氣嘅熱性嘅精神。按照日頭嘅綜合發電嘅系統，沒有連接標準嘅電路。不過平常時大部分係由太陽能板來提供能源，理館屋頂沒有供電嘅設備。理館嘅好年代，所以的能源嘅方面就得持久持久。身為氣候嘅超難設計，本機進一步來限制市區，同時也保存強硬嘅自然美景。按照老灶台嘅素材選入去，增加了風曬嘅系統。就像窗戶門做得反光，沒有動熱條嘅系統。未考慮落水嘅情形，因為發現一隻素材係落水流過嘅素材，體現非常冇規則，也咪係老風景升高嘅眼睛。人客一行來就做得享受到安靜嘅風景，咪純淨太自然，冇人水過來。就像外本日水流入去山谷，水白就像日本嘅太自然一樣。
为了实现计划，但年二来扣除任务试取，当地的一间专业面积的建筑公司，冇3张年就做好27平方米的土田，真正系破纪录。因一天会结结气候力管，所以因同时建大粗量一煲汤。一方面会做土地挡背嘅建筑，另外一方面一天会同时做合理管建筑嘅模型。为到速度还有效率，全部一天会采一只所采完成。我哋伫咧準備好所有嘅材料，事前做好所有細路嘅牆面、流程，所有嘅東西，再過來呢，伫倉庫擺列安裝。你哋下看到嘅掠到，限外雜果加27倍。我哋一旦從一片開始做。再過來做台，做新工業嘅規模，就結構用木材做嘅，每60公分並入彎鋼，地量到2棟昂，並入夾硬嘅材質，下一屆係5倍嘅面板，底部對面板係開嘅纖維，兩隻面板當貼片，因為佢係風火嘅車，然風水車。我哋搭隻安裝建房嘅地背，貴州受到高壓，因為高壓產生嘅溫度和壓力，讓所有元素結合強下，喺結構嘅層次、力學嘅層次，和個能源效率方面得到最好嘅效果。合成窗地背度有85%係工業材料。所以做得了解做乜嘅大嘅地方有最好節能嘅效果。我哋做得取得很下高嘅標準，比如講法國有 BBC， 因定義係大效能嘅建築；德國有小級大地方嘅標準。我哋目前當表面來完成很下高嘅品質，很下有效能嘅效果。我哋用 Vivo Lisa 作為兩條新路線嘅塗條壤。Lisa 係一項新潮，基本所有參與建築嘅人得到優勢。面包力感有等有氣的滲透度，有十分豐富嘅生態多樣性，韓國智力保育環境。整合插花力感係特別優秀嘅操作方式。就算提醒登記，建築工廠冇暫停任何一條樹啊，唔過規則愛去掌握。講到結構嘅工廠，但年二啦團隊簽到朝權總體嘅公司。當地人數面對三個嘅特殊土地十分了解。
工作內容包含篩走所有嘅農物、所有體內面等嘅金屬，讓水內恢復透過嘅原始狀態，至少所有因為干涉嘅選擇。我哋習慣地按樣嘅深度做事，上司情況很下慘，大部分工作要用手來做。雖然我哋以前唔是做過按樣嘅套路，我哋跳下嘛話到結構要到法律，因為我哋唔習慣。不過後來老地方人士討論，我哋嘅想法改變咧。看下到檢方，我想講，你係乜嘅？你下情況冇強人咧，完全冇強人。我唔知，因為我還係冇機會地了解協議。不過我確定佢非常好，因為呢個就已住穩咧。呢對當地係非常正面嘅消息，確實咁樣。我記得兩位是有透露建築計劃，話眷村嘅地方，佢哋開始開發，係我用炸藥，下後面仲喊天，村民對環境和生態都當敏感。汪係瓜達利斯嘅原住民，佢建議清理溝通無人嘅行列，之後本應古牆做人等，也係熱愛自然者最好嘅機會。我嘅阿公阿婆係在822讀嘅山谷，瓦里管東圈嘅所在，喺老一片嘅土地關係凍結，我了解山林、山谷、出皮，還有風俗嘅習慣，未懂清楚該片所做嘅事情，懂清楚瓜達歷史，按照上嘅老新嘅物種，帶入來當地。未遵從所有嘅事情，唔過也是要最大嘅限度去維護，特別係水。按照上嘅改變，也慢嘅本土種植物嘅辦法，改做專屬嘅做法，且對禁止使用任何嘅生態配料。按照上嘅採摸除草草尖，唔會超到環境還有林沙之下去做事。有條是私擾使用食品，唔過因很系統生意。盡量唔去改變景觀。環境本身係本應變強鬆嘅，我哋其他嘅素材搞瑜伽，唔過哋哋做瑜伽嘅時節，其實有係鬧一回事。兩位嘅點錢係非常重要嘅，帶來動態嘅幫助。對我來講，瑜伽係完全嘅符合理觀概念嘅一項活動。唔單止講對身體空間嘅生活有幫助，另外也做得本人變得很係有精神，韓國也做得幫助你改變心感度嘅點錢。環境嘅貢獻動態，自然嘅上進麼乜嚟都係。老你攤開兩條連結，入到主題。你就做得專心上年設計嘅事情，你係完全冇強人嘅想法。你冇啲理想，你就唔會注意到嗰係理想。但你鬧嘅事情咯，就做得唔記得，心情就會變下開朗，咪會下輕鬆。面冇理觀嘅任務，除咗本人客除咗有講戲之外，還教人客認識當地豐富嘅自然資產，提供很多採體生活嘅體驗。單單的開眼就看得到前到50年代嘅建築，呢下受到大規模觀光客嘅破壞。有啲朋友喺熱天時來到呢位討論風景，也係投放樣板融入山林。對我哋來講，也係切開日常生活和個工作嘅方式。跳脫工作，
我哋係大多下圈嘅，睇咗離呢位50公里，不過建設完全冇窮容，而從海順行到山區，佢會要實現嘅狀態，完全嘅點錢。我哋唔是看過安樣嘅建築，安樣嘅本色，我哋當歡喜看到呢沙訓練山林來基礎。順應自然提供嘅一切，從綠沙建築嘅方式，所有強項嘅氣味，所有適應自然提供嘅一切。不過當危險嘅係，喺西班牙呢個地區，係個普遍海順嘅環保災難，喺全世界出名嘅，全係因為建築。為保護綠沙，不我哋看到另外一種觀光嘅形態係做得實行嘅。還有其他經濟嘅模範要存在，問題就係愛會轉這個人行嘅路，係個我哋向前行，係個尊重大自然就做得嚟。冇錯，一新嘅建築係偏向尊重自然老環境。呢個地區受到歐洲社區保護，有亞倫西亞認可嘅自然保育區。佢唯一嘅功能係保護呢位嘅生物多樣性。我哋熱愛尊重自然，我哋嘅道路唔單淨係山區健康拖land，為到拍攝海岸嘅自然環境，我哋分享呢份熱情，尊重當地人民老傳統。呢上面了人講嘅禍害強處，因為尊重老原屬性係我哋嘅基本哲學。我哋需要老自然接觸，我哋係動物，你係對自然老三那度老三那禍害強處做得本按理表送，連結自然本身心安定下來，本頭腦清楚。第按理日常生活度，呢條山那老保護區非常重要，所以按理絕對需要保育機。好咧，等下準備開始。一開始拍水，天天而來，天天而來，一起拍到該片嘅村莊。呢個所有嘅作業係用濃縮嘅方式，去重新嘅概念嘅西班牙係兩套茶。別論嘅做下，提出係當地農業嘅重視用複雜。當然，全趟所有支持嘅產品都係來自朝圈嘅合作社。老外講呢個想法，一隻東方東醬，差唔多全部係金黃色嘅。味道真好哦，係一種曼薩尼亞嘅混合肉。第西班牙呢片肉就係水解放緊。提日頭炸嘅時節，新鮮特殊嘅色撈加切，試出最好嘅提日頭肉。一朝拳嘅合作社撈山谷嘅見面合作當重要，青菜撈橄欖油撈艾利主食嘅品質提下高，因為佢係當次嘅產品，直接來自生產者。艾利呢片大家學習，用班撈佢哋合作到很下好。一品質當好，真經當好，係通用嘅講法。按照提供嘅產品全部係天然嘅，因為採提嘅人當堅持自然耕種。橄欖油咪係其中可認識當重要嘅產品。看到按嘅酒用在本地嘅理管，就本人吃到當沙皮。好似下一個挑戰就係愛有自家嘅青菜高自然，生產一道橄欖油，本理管做得自給自足，按樣慳做得廣大競爭嘅成本。一般來講，建築師嘅角色，地屋起好以後就結束咧，而人命寫上去就按樣。不過第二位唔係按樣，我哋人日有人日為到用熟來工作，我哋會監督建築係樣板使用嘅，我哋會受到評論而來改善。建築老建築師本來就係為民眾來服務嘅。冇乜嘅比做得拆體嘅建築更加符合原屬嘅原則，因為按樣對土地帶來最少嘅衝擊。按照未來一定會有一日係冇想會帶出一隻所在嘅理由。我認為按照嘅媒體改掉老舊建築有關嘅刻板印象，改掉建築
破坏了大部分嘅耕種傳統。因到愛上到嘅係重要嘅資源，一定要好好使用佢。但你記得，你下希望透過愛的看貼線來提醒環保意識，推廣漢下島嘅資金觀光。未來嘅目標係讓境內建構嘅環境標準，規劃西班牙嘅5件旅館，希望做得服務漢下島嘅人客。